欢迎收听1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一起进入新的篇章在约书亚记6章1到21节，进入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开启第一场在这个约旦河西的战争，而这战争呢我给它取名叫做不战而胜，但是这个战呢是战斗的战。哪一种战争让你什么都不做，可是却让你可以打胜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以常理来说很难想象，上帝竟然要以色列人这样打仗。特别今天我们要祷告的经文也是今天的关键句，在约书亚记的6章16节说到，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但在呼喊以先，上帝让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做的事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他们不是在玩游戏，他们是在真正的参与一场战争。但是参与这场战争的方式，如果你已经先读过经文，你会觉得怎么会用这种方式，也太危险了吧。在6章的第1节一开始就说到，耶利哥人知道这些耶和华的军队以色列人们他们要来进攻耶利哥城，早就把这些城门都已经关得紧紧的，而且严加戒备。别忘了，这个耶利哥城是被形容是一个这城墙高到快要顶天的这种城墙，厚度也是非常的厚。在这样的情形下，以色列人要攻打耶利哥城，实在是应该要拟好很多作战策略，应该要想方设法的来做一些方式来去攻城略地。但是在这个地方一开始这段经文就说，上主对约书亚说，我已经把耶利哥城连同他的王和勇士们都交在你手里了，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就是你要率领这个军队每天绕着城走一圈，走1周，连续6天。而且你要派7个祭司，各拿着羊角做的号角，走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到了第7天呢，你就要率领这个军队绕城7周，而那7个祭司要吹着号角，然后当他们吹着这个号角，吹那一声长号很大声的时候，你们一听到这个长号出现的时候，就一起大声呐喊，这个城墙就会倒塌。那个时候全军就要往城里面直冲。用另外一个版本呢，你们就要沿着这个城墙直上。当你听完，会不会觉得约书亚应该是做的一个异梦？但这不只是一个异梦，而是上帝他提供了一个打破耶利哥城的方式。就在这个时候，约书亚他如同前面顺服这个上帝军队的统帅，他就召集这些祭司们来，对他们说，我们就要照这样来做。你们要抬起约柜，其中7个人呢，要拿着号角走在约柜的前头。接着呢，他继续命令这些军队要开始绕城走，由这个先锋部队在前面拿着7个号角走在约柜的前头，然后这些人就要一起跟着约柜跟着这先锋部队，然后他们就绕着城。第1天绕完了，然后回去过夜。第2天一早起来，再一次
第3天又再来一次，连续6天都做了这样的事。我不知道，如果是你，在这6天当中，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走这一段路程？不过他们信服于约书亚这个领袖，而约书亚信服于上帝的话语。上帝对他说，他就照着做。我想在约书亚记一直以来走到现在，每一个神迹奇事好像都在锻炼，甚至在试验这些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到底有多少。在接下来几天，当我们细细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真的会让人有一种感受，上帝的话语，当我们遵照着去行的时候，往往会带来更多内心的挣扎跟挑战。不过透过今天的这一段整体的经文，我们看见这个结果是好的。这个结果不只是好的，而是这个结果是上帝应许要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而在今天的经文一直来到21节，真的就如同上帝一开始在第2节就说到，他要将耶利哥城连他的王和勇士都交在约书亚带领的这个团队的手里。来到了16节的时候，让他们这些祭司们吹着号角，约书亚命令这个部队要高声呐喊，他们就呼喊，非常的大声，这个城墙竟然真的就倒塌了。有些学者说是在那个时候刚好发生地震。而如果我们有看这个播种他们在 YouTube 上面的这个影片，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些城墙，因为这个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墙，它是在旧的城上面又盖了新的城，随着时间年代的过去，这些城上又有城，所以它才会很高耸，它才会很难攻破。不过或许是地震吧，或许是上帝的手出手去推倒这些城墙。当这上面比较新的城墙倒塌的时候，这下面的城墙还没有倒塌，结果竟然就出现了一个顺向坡，让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沿着这个很像斜坡倒塌的城墙直冲往上，进入到耶利哥城当中。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心里面一方面真的很羡慕约书亚在他的年代里面，他经历了一个这么棒的神迹奇事，但另外一方面，这是一个人心极大的挑战。我们如何相信上帝到一个程度，以至于我们面对就走在这个城墙旁边的时候，可能这些弓箭手，可能这些拿石头的人可能会朝着你丢石头，可能会拿弓箭射你，可能会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埋伏或者是攻击，但是上帝的手保护着约书亚领导的这个团队，这个军队，他让他们依靠上帝，使他们不战而胜。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经历呢？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真的在这个时刻，在桃园疫情这么不稳定不确定的时刻，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寒假，在接下来有许多
建造信仰、建造生命的，不管是课程、营会要开始的时候，我想上帝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再次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他是那位让我们不战而胜的上帝，不用害怕战斗，而要让我们靠主得胜。当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要再次来经历，是用你的方法，不是我的方法，是你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是上帝你的目标，不是我的目标。主，我们都要来跟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得胜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有什么样的能力。主，我们如果真的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求主你赏赐我们，加添我们有顺服的能力，帮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带领我们有怜悯的能力。在这个世代当中，有许多的危险艰难，人心的防备，还有这些狡诈。主，我们真的要来依靠你，我们真的要来完全的仰赖你，就赖在你的身上，好让我们的生命遇见各样的战争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你的心意，因为你才是叫我们得胜的上帝，也唯有你全然得胜，永远得胜。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赐福你，让你经历不战而胜。我是世谦牧师，我们下次见。